得了茶下酒，记得融会前面，塞得爱该烦忧，讲讲该了声音，快乐对点撒娇，一个欢喜的人 PQ， 爱到总系味道，上紧大家吧，让一起。台北了！阿孙啊！哈查！哪是啦？到底要怎样啊？看哦，阮阿孙的听要查头吼，你个下查，再攞其他转来。好啦，每天做点案呢。人呢？阿公啊，你去要留你下去了拜托啦。好啦，给你住啦。阿孙床铺就关吗？有的，你哪有啊？最近唔这么暗嘅哦。就关吗？以后啊，就会按不条水道一般乱叫，下都挨到下低谷啊。好，安哥，杨阿嘿，阿孙呢？杨妹，好啦，再来。安哥呢？阿孙啊！台北咧播茶快比呢，快比。该台北捷运啦，他带阿孙带你去坐好吗？好。阿孙乖哦。好，快啲。快比嘅呢？十八嘛。不好意思，先生。啦。咩摸？有摸加拿大啊？不好意思。有摸？阿孙啊。阿叔，台北咧播嘅真係安果呢，做乜安果？聽過咪？安到茶。你分析懵啊？有啊，還當叫我上來呢。係，阿孫呢？阿孫啊，望下你啦。其中咪見正咯。十八嘛。哥。對啊，好，生意。我講，喺台北咯，很神奇呢，結果嘅哦，去到天堂我去，還有個茶，播茶到天堂啊，一台，燒啊過去，電視電視上看有呢。結果乜嘅火茶斷單個比了比。可能啊，看到捷運啦。阿叔咧，台北人認係茶很多，會關冇？冇人嘅當官啊，台北很神奇呢，海北哦，還來台北了。哥，你講騙你，你講我真係錢眼沉嘛？你老唔講過誒，我一波啊，看無行，定係要行我都中意看唔啊。哦。阿叔咧，唔用空氣來卡車啊？點部卡要貴冇？有啊，阿孫你請怪你啊。貴？聽日啲哥嚟台北，唔知唔啲，買一少喎。我只想講唔識嚟個台北，阿公嗰個上嚟，只聽佢上來，我一次嘛講嘅。
下一拜做唔得用，點冇？好啦，我知啦。啊，哥，你都我家啲武功的嘛？我哋呀，轻功水上漂。咩？你捉手嚟啦！啊，我痛啦！哦，老公，跟進去哦，唔會唔啱啲哦。哦，阿孫乖，媽喺掉啊，養生受傷啊，會當社會，所以仲得講啊。好，我唔罵誰，我冇講，我冇講。哥，保得很太保天做東東哦。也好動到嘅啊！係啊，佢可能奶來幫你，阿孫你爸，阿孫你爸，很乖哦。阿孫乖啊！阿叔爹啊，你最愛食羊肉多錯嗎？阿叔去哪？好，養樂多，台灣養樂多太好食啦！我讓你聽書。誒，唔使，我執快啲。知道。哦，跟你坐滾一嚟同聽，我斟水幫我食好嘛？好啊。好，唔得我啊。瑞美，你今個月做嘛做西裝啊？来相公去吃饭啊，做正式一点啦。食飯。做啊，今晡日晚平3日，上班唔去，又可延3日跟我去吃饭啊。係時我唔記得咧。我記得就好，我去嘛。係聽嘅意大利面的傳湯，唔知婉平喜不喜歡？哎，婉平呢？啲碟杯溫神啦，我去看啦。你有攞幾個去食飯冇？嘅登記一下。係時啦，我老懶片冇辦法，讓強下去食飯呢。做唔緊咯？就懶片夾爸爸，等下過來落幾個生日啊。懶片嘅爸爸，唔去講，嘅細佬要結婚嘅，同久都冇來訪嘅。係啊，同久冇見面呢。唔過也報嘅，佢有時間會寄錢過來啊。哎呀，拜懶片過生日。有寄生日卡片俾藍萍，藍萍就讓來偷啊！佢講親上我的生日禮物，就去老家爸爸見面啦。藍萍很懂事時節，佢爸爸有來看過佢一擺，然後。佢就結婚，有自家嘅家庭呢。我就想講，我媽是要再過見面的啊。不過，佢有講過幾擺，講想要來看藍萍，我都唔肯啊。一擺。迄藍萍人來偷，想要看夾爸爸。我想會當久，當結天，我打電話問佢，要行過來冇？佢我咩唔知，叫我啲呀停頭一久誒，我說10班的事情。
蓝萍老改爸见面，该重用，跟我吃饭是小事情啦。晚上以后还有很多的时间，我们才可以一起去吃啊。真感动这里。老改是你妈改，俺了解。喂，哎，是。啊，好。那我立刻回去支援。唔困哦，好对啊，我去吃饭，派出所有事情。晚会啊，做黑天数，那一溜。蓝萍，妈妈，好看呢。喊讲，喊等一下哦。哇哦，妈妈，爸爸买倒的嘿。應該會多呀，我希望喺度等見嘛。妈妈，樣嘅呢？唔知道爸爸看到愛，我中意愛冇？哪有也愛，我唔中意去講聲音嘅呀。再個講，按乖按曉得，爸爸輕操會動中意今日等一下看到爸爸，我留佢講乜解啊？你想要老佢講乜解就講乜解啊？也係你想問佢乜解問題，就問看啊。愛驚愛亂問佢會肯啊？唔會啦，唔是驚。媽媽，唔好想留佢見面嘿。爸爸也拜來，迄當當要讓你從下過生日的呀。佢冇聽錯到的呢，你咪我看幾多嘛？好，来，什么呢？哎，下晝4點，再個多進來食捱，好唔好？哦，我來食捱哦。哦，來，什麼呢？嗨。嗨。梦水里。你能看懂你，不应该生病。我唔是嘅。好，唔是啦，我膝蓋有帶茶。哦。哦。哎，廿公科懂好嘛？也冇懂好啦，上海上海，我有前5名。按用你就1號啊。啊，出嚟，你大年生日都用嘅歌啊？媽媽，我嘛幾亂講，我也着去位地我卡車幾亂講哦。我本來沒想要買幾兩膠本，不過我唔定後生用嘅。來看我出動聽啊，唔得捱哦。
妈妈，哈，我哋想出去行行诶，做得冇？好啊，記得較早點會轉哦。嗯。吃到妈妈唔想让出来，佢喺味道嗌真有唔来氣，姑嫂佢天健康，唔想出來，阿公要強用，大做出去嘅。既然安尼，人出來較好啦。媽媽提我卡就唔是上嘅。按難的呢，按太的。就按曉得，來，跟你走呀。嗯。啊，威士茶吧。以後到有小朋友使用糖唔多嗎？唔會啊，我嘅同學都對我同好，佢也對我講，我嘅電子很酷，當場做對老外星人溝通呢。真嘅啦，佢哋真嘅安尼講。嗯。唔使世界，我冇辦法來看，後面我裝電糖唔多。我本來從小因為免疫嘅問題，變到很內向、還憂鬱。不過佢冇人看到我安尼，我就較安心咧。我做得冇問題嗎？冇啊。媽媽講我係髮型設計師，唔啲台北都用樣係。係啊，我要動到人好。見動會剪條那麼了。做得安用講。不過啦，做某個事情都會對自己有信心。下禮拜沒有安尼，對嗎？媽媽讓我講，唔結婚咧，要配咧太太，還要配咧生嘅。要配咧生嘅，唔係會上當愛嗎？當然會啊！我知道，我對你沒懂事理，對你沒懂事理啊。冇關係啊，我唱愛啲，唔記得我唱好咧。好的，我老媽媽，希望媽媽一生年都成功。怎麼解？用個硬款的眼咯。在圖書館世界，我當年都懂上衝同學，我爸爸來家己也掉咗伊。記記到鐵路可以傾數冇？既然你傾數轉去，好冇？嘅樹很太哦，等下就要轉台北哦。我聽講你還會上班，俺不也會坐火車轉去咧。唔轉去，唔讓我剪條男模好冇？俺未開學，就對對老同學講，我有爸爸哦，我嘅爸爸係髮型設計師，我嘅條男模係佢剪嘅。好，跟你轉去剪條男模，來。
近半年我长大，原来老爸爸行乡下是一种感觉。妈妈，再来啊！你有见到吗？将来我去老蓝屏见条男么？好啊，先拢去坐啦，我等人去，带爸爸你去坐。来。蓝屏，我老姨收到的，好看吗？都好看啊，我中意呢。妈妈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今日你排泄啊，搞臭嘞！现在较歹势啦，案件还很唔当讲过来。现在会更惨啦，老记搞到按有礼貌，按晓得，按现爱老记见面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嘞，我可以出火茶咯。我下半嘅 email 會輸好來，點啊？好。要喊下 email 俾我。哦，我向唔記得，來。又係我送俾人嘅生日禮物。安江呢？有中意冇？嗯。我攞人夾起來，好冇？嗯。安子谁？你有中意就好嘞，來。爸爸，張來了。喊排，我要喊做得落看。媽媽，做得冇？等面吧，先到你。
根本你还超不忙哦。安平，你妈妈唔好啦，按多年诶，都冇本老爸爸见面。唔会啦，每次都约下见面较好。用来讲啊？因为我头发还太细啊，唔就做嘛该做唔该强下。头发很特色唔滴，几下下喏，滴嘢啊？对啊，就像我办好小林家爸爸妈妈离婚安尼啊。老实讲，爸爸妈妈叫我着，不过记着迄个无办法强下，离婚对记着较好。就像老爸爸强用。光的雾蒙蒙似天梦水里。讲，爸爸妈妈叫我着，不过记着迄个无办法强下，离婚对记着较好。就像老爸爸强用。妈妈用按管按晓得咧么嘢？真见当反应呢？啊，嘿啦！我阿聪叔叔讲，佢有天传堂，阿啷过生日呢？俺来打电话问佢好嘛？干嘛啦？任务结束了，可以回去了。今天不是休假？人生都已经从彩色变成黑白了，还休什么假？啊，你想太多了，回家了。瑞美哦，一行啊有行，啊人品夹吧，迄类。哦，真黑哦，真黑同好啊，啊黑，无啦，嘿，好啊，无你就爱向下释放呀，今日天天去食。你给好吗？哦，好，哦，拜拜。啊，老天爷啊！感谢你把我的人生从黑白现在又变成彩色了。李先生。有冇搞去猜社官冇？董浩师啊。哎呦，会讲客啊？就讲他包糖也是，都是会讲。哎呀，董好啊！唔在去哦，我等佢攞去講客，佢冇幾份見哦，董教仲唔記得咧，行而去講客吧。我找凯林參詳啊，佢冇中意我啦，啲會講客吧。係哦。係啊。阿叔唔好夾出嚟，是他走掉誒。俺妈是看错俺妈呀。啊，孙嫂，吃饭不可以挑食，你这样跟我阿婆吃饭，你会被我阿婆骂。快点，把剩下吃掉。请问他来干嘛事？那我请你要吃哦。今日哦，你選冬瓜哦，放上阿孫嘅哥哥。常说安抚男生。
先当乖被洗碗咯。还好啦，我们在我阿婆家也都要洗碗了。我睇下同阿爸爸講，你去花蓮咯，跟阿俊做好朋友。我等阿孫啊，先問你照顧咯。还好啊，他就很爱跟我和男平他们一起玩。我洗好诶。我等一下，我去洗先咯。唔好啦，我昨日講一個卡通洗。你要回我家哦？係啊，我挺強阿衰啊。做唔得，你查暗部同阿公睡，根本嘢留下來。唔好啦，我留下同阿公洗嚇。我不要。如果你今天晚上乱跑，我又要做噩夢了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冇亂做啊，我要乖。都不乖，真傷腦筋。哎呦，慢你啦，我就好疼強阿衰咩。我不要。好啦，拜託一下啦，求求你啦。好冇啦，我愛你啦。阿公咧，好啦。你要台北很强呢哦，你看，给我个按歌，天方面按歌，韩国呀，吼，按歌。那个啊，是101。哈，101哦。嗯，101，好，今日坐来这里爱巧的呢，来坐下来。坐下。对，阿贝。所以我们明天就要回花莲了。哦，爸比正想要跟你商量一下，我后天有休假，可以送你和阿顺一起回去，所以你可以再等爸比1天吗5天哦。怎么了吗？没有啦，我只跟阿婆说我们只回来2天。阿公喺你想阿婆，你冇做阿婆你想阿公嘅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这次回来，阿婆也没感觉好不好？那你有想阿婆吗？还好啦，也不是说很想。是吗？因为我昨天好像听到你在说梦话，说阿婆救我，阿婆救我，哎，有吗？有，我听到阿婆救我，阿婆救我。我一定是骗我的啦，想念和骗我。明明只有眼讲健身。没有啦。我跟你说哦，如果你再这样讲，我今天不跟你睡。好吗？好了，魔君猛。那既然你没有想阿婆的话，我就帮你打电话跟阿婆说，你晚一点再回去咯。好啊，晚一点回去，我又没意见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好，来载。101。阿公啊，今日挺帅哦。好啦。喂，讲的啊。好啦，我利用你来做转嘞。无做我向你将视察带给你用专业。啊，第句哦。今下不会带阿水出去了哦。孙嫂，你洗完了没啊？我还要洗哎。哎呀，咱洗一下听，做卖紧张人当奇怪呢啊！记得个种阿孙的洗神呐，等一下哦。轩，阿婆要跟你说话。哦，既然阿婆要跟我说，我就说一下吧。等一下。喂，阿婆。唔敢他讲嘛该啊？嘛该既然阿婆要跟我讲，我就讲一下。没有啊，本来想说你跟爸比说就好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？俺妹冇董向老人讲天发，嘿俺爸母俺，我老人讲一下的么？那我跟阿顺说，后天才会回去哦。我做俺妹唔怕，你厝干妹歪了铁嘞。那我还是要回去拿东西吧，我的仙丹菜还在桌上哎。东西哦，我做得基本拿。好啦，我去睡冇了。喂。怎么了？阿婆说什么？
没什么啦，我先洗澡了哦。啊，所以手机洗好了没啦？阿夫呢？你孙女有在吗？哎呦，娘安做呢？上班啊，你孙女有卡，讲个日本的话卡是好事啦。哎呦，我朋友啊，几也病了，我想送下去嘛。哎呦，哎呀，歹势呢？唔会啦，安几岁啦？嘿，哦，错啦，歹势，错啦。佢唔睬呢，佢上台北咧。哈，佢终于上课诶。唔係，係玩笑，裝去經日咧。佢佢上台北去，醫生因為唔關嘛。哎呦，我本來話到我唔會，早晨空起來，我行去險記，文章打開了，哦，想到佢上台北咧。我看有時呢很好哦，後生時節，我係曉得想，根本我也唔是做單身狗的咧。你上年咩同學啊？我睇我係多子多年輕，我只靠神仙。我看人孫你搞得一好，你應該唔是少吧？迄是冇看到佢張裝來嘅時節哦，怎安尼講誒？咁樣你講？嗯，哎呀，心肺還係無改，錯安婆攞我打天花，無路無胎。哎呦，死人嘞咩？你對看嘛嘅咯？人孫呢啊，對唔對佢好，佢一定會想你啊。唔是對佢講法啦，我孫呢哦，我切家啲，唔係講佢嘅啦。錯很久誒，記得偵查本事，唔錯啦哈。唔是麻煩啦。唔係啦，錯啦。心肝頭明明都上船了，一對很硬，是菜哦。哦，很多哎。俺不能唔該皮擦皮棍哈。哪有啊？只是鼻子很痒。阿婆在想你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？我只是打个喷嚏，你会讲话阿婆去？开玩笑的啦，爸别上班了。你今天真的要带着顺手出去玩吗？他就说要出去啊。对呀，俺还走捷运，捷运。我们昨天看新闻就看到捷运，他今天早上一直说要去坐捷运呢。那你就带着顺手坐个1-2站就好了，吃完饭就回来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请茉莉阿姨来。我知道了。老孙，乖哦。我乖。拜拜。我乖哦，我乖哦。再说你呀。你讲呀。讲我怎样？我不要。那这样可以。哎。我刚刚说什么？你讲天台没管你，你是姜。没错，既然电梯不可怕，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啊？好啊，好。Ngắm mỏi à, mỏi. Với quả nhiên ngắm mỏi. 梦似芥末水流。Ngắm mỏi à, mỏi. Với quả nhiên ngắm mỏi. 你不是要练习？ngắm mỏi.
中午的。好，不要激动，我带你走楼梯下去好不好？这样可以了吧？好，走，乖乖，好，乖。你要干嘛啦？哎呀，中奖了！来，昨天做同学看。不行啊，那是女生穿的东西，我们不会穿到的。出来了，我做嘅哦。出来了。来，做咩中走，丢脸死，走啦！啊，东西。哎，阿公哎，你还嘛干啊？姜饼人啊，连这个你也不知道？变个呀？哎，你干嘛啦？不可以吃啊！里面才有在卖啦。中午的吃了。哎，你干嘛啦？我都見眼色啦，看，佢同我食嚟，幫我洗地好嘛？這麼該啦哦。好，我上我食阿公誒，你看有同我食了。啊，你早上不是剛吃飽？哎呀，同上食，佢俾了當香呢，好，你真係洗地啊，洗地做啊。君如講話很大聲，很丟臉哎。不然你跟他在這裡聊天，我進去幫你買。得意啊？好啊，唔講佢一夾條咩啊？唔講佢企咧就唔可以同人講吧，係咁我媽包我講。不准亂跑哦，不然我就不買給你吃哦。好，我啲一定。有咩怪怪地唔侵啊？係啊，都係困。係全部企得唔可以唔講吧？安尼嘿。阿公啊，等一下，好，叫哎，叫哎。你叫佢動靜，真係唔係好。好啊。阿先生，阿先生，阿先生。阿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刚刚有没有看那个高高然后瘦瘦的那个？不好意思，没事。阿先生，阿先生你在哪里呀？還要白少少。阿先生，你跑去哪里了啦？阿先生。阿先生，這麼開啦？不好意思哦。阿公，你講佢叫啊，喊他啊，你沒有？喊等一下。薯條了，沒有買哎。還沒有買啦。哎呦，跟你說，如果你再這樣亂跑，我就真的不買給你吃了。好，俺不亂啫，驚人單人買。走啦。拜拜。走啦。拜拜。拜拜。行。走啦。買薯條，男生太飽了。我叫你在那裡等我，你有嗎？你去哪裡了？為什麼不乖？為什麼？你忘了懂乖哦。還說沒有。啊，這樣子啦。哎，阿公啊，唔知哦，佢頭邊叫嘅吼，頭髮你冇咁樣嘅，你試試再等一下，還沒指你哎。停！你這樣就在亂跑，害我的心臟都快被嚇停止了。啊。哎呀，媽你莫氣啊，這樣子。好莫氣，媽你。哎呀，你好朋友呢。啊。不然這樣，從今天開始，我是你哥哥。哥哥說什麼，弟弟是不是要聽？阿公去做阿哥，阿
阿孙呢，讲乖，咪打吧。好，到，跟爱阿叔报，我们当爱奶的搞。我一个人搞不动，我看啊，我们去当玻璃阿姨好了。唔係啊，今日前見啊，又唔係咬夠啦。夠嘛該啊？董叫張上來台北一轉，都問唔單挨搞。哎呀，好冇啦。我跟他說什麼？我說弟弟要聽哥哥的話，你有聽嗎？好啦，你挨談吧，還是你談吧啊。喂，哦，小五哎，哦，我正要出去采呢，嘿，啊，胃痛哦，哦，矮迪啦，嘿，好，那你晚一点再来嘿，哦，晚一点来拿，唔会啦，唔会麻烦，好，再见。阿妹姐啊，因為呢，聽人講啊，想做女啊，水下呀。我去看醫生沒有？唔是啦，可能迄時候啊，阿孫咧頭台病點樣嘅啊，冇足啦。阿囡囡啊，我去採好藥嘅，採到轉來啦。唉，較注意啲嘅啊。聽講最近哦，香港所愛食藥嘅啊。我有老村長講，係蠻愛食。迄講錯嘅鐵蟲，用去棒棒嘅手好誒，蠻愛食藥嘅，咩唔好啊？係啦，你有講都好嘅啦吼，我來做咯。較注意啲啊。哎呀，冇要緊啦，唔是當工來啦，冇限啦，你做唔哈？好，是誰啦哈？好。親屬家孫的哦，只要去鄉公所寫個素材哦，了過一生去了唄，送去醫院的。鄉公所有去寫藥嘅？係啊。你有寫到買菜藥嘅個地嗎？哎呦，跟小我家媽媽，係唔係收到你的藥誒？張營業啊哈？你媽媽用哎。他昨天吃了你的草藥，就一直說肚子痛，是不是你的草藥有問題呀？老爺，你娘生本來歹睇咧。離開該已經落寞，天風昏暗暗不清楚，夜光本無人懂中，舊影本也風吹響，一步步離開故鄉土。原來我比注意。勇敢哭。